課，以賽亞書52章13節，53章12節。上主說：看啊，我的僕人行事必有智慧，他必被高升高舉，升到至高之處，許多人因他驚奇。他的面貌比別人憔悴，他的外表比世人枯槁。同樣，他也必使許多國家驚奇。君王要向他閉口，未曾傳給他們的，他們必看見；未曾聽見過的事，他們要明白。人們說：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上主的膀臂向誰顯露呢？他在上主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容使我們注視他，他無美貌使我們仰慕他。他被藐視，被人嫌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樣，我們也不尊重他。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我們卻以他受責罰，是被上帝擊打苦待。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因他受的懲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各人偏行己路。上主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他被欺壓受苦，卻不開口。他像羔羊被牽去宰殺，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聲。他也是這樣不開口，因受欺壓和審判。他被奪去，誰能想到他的世代呢？因為他從活人之地被剪除，為我百姓的罪過，他被帶到死裏。他雖未行殘暴，口中也沒有詭詐。人使他與惡人同悅，與財主同墓。上主的旨意要壓傷他，使他受苦。當他的生命作為贖罪祭時，他必看見後裔。他的年日必然長久。上主所喜悅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因自己的勞苦，他必看見光，心滿意足。因自己的認識，我的義僕使許多人得稱為義。他要擔當他們的罪孽，因此我要使他與偉大的同分，與強盛的軍訓勞民。因為他傾倒自己的生命，以至於死，也列在眾犯罪之中。他卻擔當多人的罪，為他們的過犯代求。這是上主的道。詩篇22篇。上主啊，求你不要遠離我，求你快來幫助我。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為什麼離棄我？為什麼遠離不救我？
不聽我的呻吟。我的上帝啊，我白日呼求你不應允，夜間呼求也不得安寧。但你是神聖的，用以色列的讚美為寶座。我們的祖宗依靠你，他們依靠你，你解救他們。他們哀求你，就蒙解救；他們依靠你，就不羞愧。但我是蟲，不是人，被眾人羞辱，被百姓藐視。凡看見我的，都嗤笑我，他們撇嘴搖頭。他把自己交託給上主，讓上主救他吧。上主既喜愛他，可以搭救他吧。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懷裏，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交在你手裏，自我出母腹，你就是我的上帝。求你不要遠離我，因為災難臨頭，無人幫助。許多公牛環繞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圍困我，他們向我張口，好像獵食哮叫的獅子。我如水被倒出，我的骨頭都脫了節，我的心如蠟，在我裡面融化，我的精力枯乾，如同瓦片，我的舌頭緊貼上顎。你將我安置在死灰中。犬類圍着我，惡黨環繞我，他們扎了我的手，我的腳。我數遍我的骨頭，他們瞪着眼看我，他們分我的外衣，為我的內衣抽籤。上主啊，求你不要遠離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來幫助我。求你救我的性命脫離刀劍，使我僅有的脫離犬類。求你救我脫離獅子的口，你已經應允我，使我脫離野牛的角。我要將你的名傳給我的弟兄，在會眾中我要讚美你。敬畏上主的人啊，要讚美他；雅各的後裔啊，要榮耀他；以色列的後裔啊，要恐懼他，因為他沒有藐視憎惡受苦的人，也沒有轉念不顧他們。那受苦之人呼求的時候，他就垂聽。我在大會中讚美你的話是從你而來。我要在敬畏上主的人面前還我的願，願困苦的人吃得飽足，願尋求上主的人讚美他，願你們的心永遠活着。地的四極都要想念上主，並且歸順他；列國的萬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為國度屬於上主。他是管理列國的。地上富足的人都必吃喝而敬拜，凡下到塵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人，都要在他面前下拜，必有後裔侍奉他。主所做的事必傳給後代，他們必來傳他的公義給尚未出生的子民。這是他的作為。第二次經課記載在希伯來書10章16至25節。
主說：那些日子以後，我與他們所立的約是這樣的，我要將我的律法放在他們的心上，又要寫在他們的心思裏。並說：他們的罪惡和他們的過犯，我絕不再記得。這些罪過既已蒙赦免，就不用再為罪獻祭了。所以弟兄姊妹們，既然我們靠着耶穌的血得以坦然進入至聖所，是藉着他給我們開了一條又新又活的路，從幔子經過，這幔子就是他的身體。既然我們有一位偉大祭司治理上帝的家，那麼我們該用誠心和充足的信心，同已蒙潔淨無虧的良心，和清水洗淨了的身體來親近上帝。我們要堅守所宣認的指望，毫不動搖，因為應許我們的那位是信實的。我們要彼此相顧，激發愛心，勉勵行善，不可停止聚會，好像那些停止慣了的人，倒要彼此勸勉。既然知道那日子臨近，就更當如此。這是上主的道。詩普天頌讚第114首主釘十架歌。
各位請坐。願讚美歸於基督，永恆榮耀的君王。基督自己卑微，全心信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將他升為至高，又賜給他那超乎萬名之上的名。主耶穌基督受難嘅事蹟記載喺聖約翰福音。耶穌說了這些話，就同門徒出去，過了汲淪溪，在那裏有一個園子，他和門徒進去了。出賣耶穌的猶大也知道那地方，因為耶穌和門徒屢次在那裏聚集。猶大領了一隊兵，以及祭司長和法利賽人的聖殿警衛，拿着燈籠、火把和兵器來到園裏。耶穌知道將要臨到自己的一切事，就出來對他們說：你們找誰？他們回答他：拿撒勒人耶穌。耶穌對他們說：我就是。出賣他的猶大也同他們站在一起。耶穌一對他們說：我就是，他們就退後，倒在地上。他又問他們：你們找誰？他們說：拿撒勒人耶穌。耶穌回答：我已經告訴你們，我就是。你們若找的是我，就讓這些人走吧。這要應驗耶穌說過的話：你所賜給我的人，我一個也不失落。西門彼得帶着一把刀，就拔出來，把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那僕人名叫馬勒古。於是耶穌對彼得說：收刀入鞘吧，我父給我的杯，我豈可不喝呢？那隊兵、千夫長和猶太人的警衛拿住耶穌，把他捆綁了，先帶到亞拿面前，因為他是那年的大祭司該亞法的岳父。這該亞法就是從前向猶太人忠告說，一個人替百姓死是有利的那個人。西門彼得跟着耶穌，另一個門徒也跟着。那門徒是大祭司所認識的，他就同耶穌進了大祭司的院子，彼得卻站在門外。大祭司所認識的那個門徒出來，對看門的侍女說了一聲，就領彼得進去。那看門的侍女對彼得說：你不也是這人的門徒嗎？他說：我不是。僕人和警衛因為天冷，生了炭火，站在那裏取暖。彼得也同他們站着取暖。於是大祭司盤問耶穌有關他的門徒和他教導的事。耶穌回答他：我一向都是公開地對世人講話。我常在會堂和聖殿裏，就是猶太人聚集的地方教導人。我私下並沒有講什麼。你為什麼問我呢？去問那些聽過我講話的人，我所說的，他們都知道。耶穌說了這些話，旁邊站着的一個警衛打了他一耳光，說：你這樣回答大祭司嗎？耶穌回答說：假如我說的不對，你指正不對的地方；假如我說的對，你為什麼打我呢？於是亞拿把耶穌綁着押解到大祭司該亞法那裏。西門彼得正站着取暖，有人對他說：你不也是他的門徒嗎？彼得不承認，說：我不是。大祭司的一個僕人是被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親屬，說：我不是看見你同他在園子裏嗎？彼得又不承認，立刻雞就叫了。他們把耶穌從該亞法那裏押解到總督府。那時是清早，他們自己卻不進總督府，
恐怕染了污穢，不能吃逾越節的宴席。於是比拉多出來到他們那裏，說：你們告這人為什麼事呢？他們回答他說：這人若不作惡，我們就不會把他交給你了。比拉多對他們說：你們自己帶他去，按着你們的律法問他吧。猶太人說：我們沒有殺人的權柄。這是要應驗耶穌所說指自己將要怎樣死的話。於是比拉多又進了總督府，叫耶穌來，對他說：你是猶太人的王嗎？耶穌回答：這話是你說的，還是別人論到我時對你說的呢？比拉多回答：難道我是猶太人嗎？你的同胞和祭司長把你交給我，你做了什麼事呢？耶穌回答：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我的國若屬於這世界，我的部下就會為我戰鬥，使我不至於被交給猶太人。只是我的國不屬於這世界。於是比拉多對他說：那麼你是王了？耶穌回答：是你說我是王。我為此而生，也為此來到世界，為了給真理作見證。凡屬真理的人都聽我的話。比拉多對他說：真理是什麼呢？說了這話，比拉多又出來到猶太人那裏，對他們說：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狀，但你們有個規矩，在逾越節要我給你們釋放一個人。你們要我給你們釋放這猶太人的王嗎？他們又再喊着說：不要這人，要巴拉巴。這巴拉巴是個強盜。於是比拉多命令把耶穌帶去鞭打了。士兵用荊棘編了冠冕，戴在他頭上，給他穿上紫袍，又走到他面前說：萬歲，猶太人的王！他們就打他耳光。比拉多又出來對眾人說：看，我帶他出來見你們，讓你們知道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狀。耶穌出來，戴着荊棘冠冕，穿着紫袍。比拉多對他們說：看啊，這個人！祭司長和聖殿警衛看見他，就喊着說：釘十字架，釘十字架！比拉多對他們說：你們自己把他帶去釘十字架吧，我查不出他有什麼罪狀。猶太人回答他：我們有律法，按照律法他是該死的，因為他自己以為是上帝的兒子。比拉多聽見這話，越發害怕，又進了總督府，對耶穌說：你是哪裏來的？耶穌卻不回答。於是比拉多對他說：你不對我說話嗎？難道你不知道我有權柄釋放你，也有權柄把你釘十字架嗎？耶穌回答他：若不是從上頭賜給你的，你就毫無權柄辦我。所以把我交給你的那人罪更重了。從此比拉多想要釋放耶穌，無奈猶太人喊着說：你若釋放這個人，你就不是凱撒的忠臣，凡自立為王的，就是背叛凱撒。比拉多聽見這些話，就帶耶穌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叫鋪華石柱，希伯來話叫厄巴大，就在那裏坐堂。那日是逾越節的預備日，約在正午。比拉多對猶太人說：看啊，你們的王！他們就喊着：除掉他，除掉他，把他釘十字架。比拉多對他們說：要我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祭司長回答：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於是比拉多把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耶穌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希伯來話叫各各他。他們就在那裏把他釘在十字架上。還有兩個人和他一同被釘，一個一邊一個，
耶穌在中間。比拉多又寫了一個牌子，釘在十字架上，寫的是猶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穌。有許多猶太人念這牌子，因為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地方靠近城，而且牌子是用希伯來、羅馬、希臘3種文字寫的。猶太人的祭司長就對比拉多說：不要寫猶太人的王，要寫那人說我是猶太人的王。比拉多回答：我寫了就寫了。士兵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以後，把他的衣服拿來分為4份，每人1份。他們又拿他的內衣，這件內衣沒有縫，是上下一片織成的。他們就彼此說：我們不要撕開，我們抽籤看是誰的。這要應驗經上的話，他們分了我的外衣，為我的內衣抽籤。士兵果然做了這些事。站在耶穌十架旁邊的，有他的母親、姨母、革羅拜的妻子瑪利亞和抹大拉的瑪利亞。耶穌見母親和他所愛的那門徒站在旁邊，就對母親說：母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說：看你的母親。從那刻起，那門徒就接他到自己家裏去了。這事以後，耶穌知道各樣的事已經成了，為使經上的話應驗，就說：我渴了。一個盛滿了醋的罐子放在那裏，他們就拿海綿蘸滿了醋，綁在牛膝草上，送到他嘴邊。耶穌嘗了那醋，說：成了，就低下頭，斷了氣。因為這日是預備日，又因那安息日是個大日子，猶太人就來求比拉多叫人打斷他們的腿，把他們搬走，免得屍首在安息日留在十字架上。於是士兵來，把第一個人的腿和與耶穌同釘的另一個人的腿都打斷了。當他們來到耶穌那裏，見他已經死了，就沒有打斷他的腿。然而有一個士兵拿槍扎他的肋旁，立刻有血和水流出來。看見這事的人作了見證，他的見證是真的。他知道自己所說的是真的，好讓你們也信。這些事發生，為要應驗經上的話，他的骨頭一根也不可折斷。另有經文也說，他們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這些事以後，亞利馬太的約瑟來求比拉多，要把耶穌的身體領去。他是耶穌的門徒，只因怕猶太人，就暗地裏作門徒。比拉多准許了，他就把耶穌的身體領走。尼哥德慕也來了，就是先前夜裏去見耶穌的那位。他帶着約100斤的沒藥和沉香。他們照猶太人喪葬的規矩，用細麻布加上香料，把耶穌的身體裹好了。在耶穌釘十字架的地方，有一個園子，園子裏有一座新墓穴，是從來沒有葬過人的，因為那天是猶太人的預備日，而那墳墓又在附近，他們就把耶穌安放在那裏。這是上主受難的事蹟。我哋同心祈禱，奉聖父、聖子、聖靈嘅名，阿門。今日係基督受難嘅日子。剛才一段好長嘅經課，福音經課，係將主耶穌基督受難嘅經歷由佢被捕至到審訊，至到判決、釘十字架、死亡，
埋葬，全部一次過講晒出嚟，讓我哋可以清晰地去睇到耶穌所受難嘅整個嘅過程。今天嘅主題係講緊耶穌嘅釘十架，所以今日我哋今天呢個耶穌受難嘅日子，我哋一息間亦都有個好重要嘅儀式，就係向十架敬禮。十架係一個雖然係一個刑具但係藉住主耶穌基督被釘在十字架上死亡而復活之後，就成為我哋一個象徵嘅意義，象徵住耶穌超越咗佢嘅死亡，用佢嘅生命去拯救咗我哋。所以十字架喺基督宗教群體裏邊係一個非常之重要嘅一個嘅形象我睇呢本綠色嘅普天頌讚我哋禮拜堂用紅色嘅，但係喺呢本綠色嘅普天頌讚上邊呢，我睇到一首歌。普天頌讚好好嘅，佢嗰啲編排呢，有時會分啲節期嚟分唔同嘅節期嘅主題嚟排。咁受難節咁啊好多受難節嘅歌啦。咁受難節嘅歌好多係關於十架啦，奇妙十架歌我哋會唱噶啦即係好多呢啲歌都我哋都經常唱。但係有一首歌呢，我哋唔係用綠色普頌啦，我哋用紅色普頌，冇呢首歌嘅紅色普頌。但係綠色普頌都好啦，好多禮拜堂都用綠色普頌，但係佢哋都甚少唱呢一首歌嘅。呢首歌呢，叫做康熙十架歌，新綠色普頌第170首《康熙十架歌》，清朝嘅皇帝康熙。相傳呢首歌呢係康熙所寫嘅歌詞係康熙皇帝所寫嘅，即係話呢，呢個清朝嘅皇帝佢應該對基督嘅信仰有相當嘅認識。不過，如果從歷史上睇呢，康熙係當時清朝禁教嘅其中一個皇帝禁教嘅其中一個皇帝，所以佢係反對基督宗教嘅咁但係佢對呢個基督宗教嘅信仰有相當嘅認識。或者我讀一讀呢首歌嘅歌詞俾大家聽，你就當係一首詩啦功成十架血成溪，百丈恩流分自西。新列四牙半夜路，屠方三倍兩番雞。5000鞭撻寸枯裂，6尺懸垂二到齊。慘動八該經九品，七言一筆萬靈題。呢首詩呢，佢將耶穌釘十字架或者喺受苦呢個環節呢，係好清晰咁描述咗出嚟。佢亦都好巧妙地，如果用一個文學修辭嘅角度呢，好巧妙地將1、2、3、4、5、6、7、8、9、10、8千萬都擺咗落去。你要將度量衡嘅丈、尺、寸、分都喺個詩詞裏邊，可以話係一個從文學角度係一個非常之好嘅一首嘅詩。咁嗰啲對偶平仄嗰啲音亦都非常之好，同埋用廣東話讀係比用普通話讀更加好嘅。咁呢個都係呢首詩或者呢首歌嘅一個特色咁所以呢，但係呢，我甚少聽到有人唱呢首詩，可能啲調又古怪怪，啲詞又即係好難好似唱得好咁所以呢，呢首歌就比較少人唱。從呢首嘅康熙十架歌裏邊，佢係用一種好誇張嘅手法去表達、去描述耶穌所受嘅苦難，但係佢每寫一樣嘢都係一個整個經歷功成十架血成溪，流血流到好似一條溪流咁樣百丈恩流分自西。呢個係上帝嘅恩典，來自耶穌嘅死亡，亦都來自西方。新列四牙半夜路，佢經歷咗4次嘅審訊，亞拿、該亞法、比拉多，甚至乎希律王即係屠方三倍兩番雞。彼得喺雞鳴之前3次不認主。5000鞭撻寸枯裂，俾人鞭打。5000當然好誇張根據記載，耶穌應該被鞭打39下，因為喺猶太人嘅律法唔可以超過40下。6尺懸垂二到齊，當佢釘喺十字架上面，左右兩邊都係強盜。
慘動八該經九品，驚動晒成周圍嘅地方同埋所有嘅人，不論尊貴嘅人、貧賤嘅人。七言一筆萬靈提，當耶穌喺十架上面講咗7句説話，就離開呢個世界啦。好好嘅一個描述，不過我覺得太誇張啦，太誇張啦。因為呢個誇張可能令我哋好感受到所謂耶穌嗰種嘅痛苦啊，但係耶穌並非用佢嘅痛苦嚟震撼人嘅。耶穌唔係需要我哋去覺得佢好慘啊、好痛苦嚇，唔係咁樣嚇。耶穌佢呢個十字架上邊係佢一個使命嚟，而且佢呢個咁嘅死亡並唔係一個痛苦嘅象徵，有一個勝利嘅標記嚇。佢戰勝咗死亡，呢個係上帝嘅愛，透過一個上帝變成一個有血有肉嘅人，再用翻佢自己嘅生命嚟救贖我哋、赦免我哋嘅罪。所以呢個愛嘅標記，讓我哋能夠有着力量、有着希望去面對一切嘅苦困。肉體嘅傷痛係會過去嘅，但我哋相信上帝嘅愛永遠都留喺人嘅心裏邊。十字架呢個咁嘅形象嚇，俾到我哋睇到好多嘅嘢，亦都讓我哋有好多嘅反思。耶穌被釘十字架呢個場景，亦都有好多不同嘅人物在其中。有啲人物我哋好熟嘅，譬如頭先講到彼得啦，講到嗰啲比拉多啦祭司長啦，各樣嘅重要人物啦嚇，即係好多呢啲咁嘅人物。但係有啲人物咧，我哋可能未必會好留意佢哋，但係佢哋個角色又喺當中佔據咗一個好重要嘅位置喎。第一個我想講嘅係巴拉巴。巴拉巴係乜嘢咧？巴拉巴係一個強盜，一個囚犯，因為動亂曾經殺人。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邊，猶太人係選擇釋放一個咁嘅人，而要將耶穌釘喺十字架上喎。咁呢個巴拉巴其實俾到我哋一啲咩嘅啟示咧？巴拉巴可能只係喺故事裏邊一個虛構嘅人物，唔一定有呢個人，但係佢可以係代表住我哋每一個嘅人。我哋每一個人都曾經犯過罪。耶穌嘅死，佢係替代咗我哋承擔我哋犯罪應該受嘅責罰。佢將我哋嘅罪攬晒上身，然之後將我哋有罪嘅身釋放咗出嚟，唔再被我哋嘅罪所捆綁住，好似釋放巴拉巴一樣。你有冇諗過耶穌嘅死係為咗我哋嘅咧？第二個我要講嘅人物係嗰啲士兵，將耶穌釘上十字架嗰啲士兵，喺周圍看管住周圍嘅嘢，管理住秩序嘅士兵。呢啲係佢哋嘅職業，呢個係佢哋嘅職業，佢嘅職責就係做呢啲嘢。有時職業或者一個職責，使到人變得好無情啊！呢個我工作嚟噶嘛，我係要咁做噶，我日日都釘人十字架噶啦。咁即係呢個係佢嘅工作喎，所以佢只係關心一啲嘅利益啦。對於周圍嘅人所面對嘅命運，好似完全唔在乎。我唔需要你周圍啲人點啊，我唔需要佢對佢哋有任何感受，佢哋痛苦對與我無關嚇。甚至乎當耶穌釘咗上十字架之後，佢哋仲喺下邊要分佢嗰啲嘢，分佢啲私服嚇。有一件衫由成件織出嚟嘅，唔好整爛佢啦。邊個？不如我哋抽籤啦，賭博嚟嘅，可能呢個係一個嚇，即係睇下邊個贏咗，邊個攞啦嚇。但係原來上帝對於一啲咁嘅人麻木晒㗎啦，對於自己嘅工作，呢個係我個工作一部分啦，所以我唔需要理任何嘢嘅，有力正確定唔正確唔關我事，呢個係我嘅工作啫咁啊。但係耶穌都冇放棄呢班人。當嗰一刻，耶穌死喺十字架上邊嗰陣時，個百夫長抬頭仰望耶穌，
佢不禁驚嘆一聲：這個真是上帝的兒子。有冇試過喺好忙碌嘅當中，尋找個機會靜低落嚟去仰望耶穌呢？我哋好多時都話：唉，好大壓力，好大壓力。你有冇將你嘅一切交託俾上帝？原來仰望十架都有一個明白上帝心意嘅功能㗎喎。今日嗰段嘅福音經課係記載喺約翰福音，我都想提下約翰呢一個人。如果大家有讀過約翰福音呢，你會發覺約翰福音裏邊呢係從來都冇講過約翰佢自己嘅，甚至乎個名字都冇嘅。但係約翰福音裏邊呢有描述到約翰嘅喎，佢就會用上另外一個稱呼，叫做耶穌所鍾愛嘅門徒。耶穌所愛嘅門徒。約翰係耶穌嘅所鍾愛嘅門徒，門徒當中其中嘅一個。當耶穌被捕、被鞭打、審訊、釘上十字架嗰陣時，彼得去咗邊啊？彼得好想跟隨耶穌，但係都驚，係嘛？所有門徒都因為驚慌而逃跑啦。彼得人哋問起佢：你唔係同佢一齊嘅咩？佢都唔敢認嚇三次不認主嚇。所有耶穌嘅跟隨者都喺呢個時刻逃跑啦。喺十字架底下，只出現呢個耶穌所愛嘅門徒。耶穌所愛嘅門徒，佢係咪唔驚嘅咧？我相信佢唔係唔驚。我相信佢同其他門徒一樣，都係非常之恐懼。當我哋面對我哋生命受到威脅嗰陣時，我哋都會驚。呢個係人之常情，正常。乜嘢使佢喺嗰刻佢唔驚而出現喺耶穌被釘嘅十字架底下呢？我相信係愛，因為佢係耶穌所鍾愛嘅門徒，佢感受到從耶穌而嚟嘅愛，因為呢種嘅愛戰勝咗佢嘅恐懼。於是乎，耶穌交咗一個好重要嘅責任俾佢。母親，看你的兒子；兒子，看你的母親。約翰就由此成為耶穌最親密嘅家人。你有冇好似因着愛，好似約翰一樣咁有信心、咁有勇氣呢？最後我都想講多兩個人。呢兩個人，一個係叫做亞利馬太的約瑟，另外一個人叫做尼哥德慕。呢兩個人嘅背景好相似，佢哋都係一啲有名譽、有地位嘅有錢人，但係佢哋好多時就係礙於自己個身份嘅關係，佢哋一直都唔敢公開地去承認佢哋係基督嘅門徒。尼哥德慕半夜三更先去夠膽去揾耶穌，因為唔想俾人知道，唔敢公開。好多時我話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有啲嘢我自己心裏知就算啦，唔好俾人知道啦。點解耶穌死咗之後，佢哋先至有勇氣行出嚟去承認佢哋嘅身份呢？亞利馬太嘅約瑟去領耶穌嘅遺體，尼哥德慕預備沉香沒藥去準備安葬耶穌，因為佢哋知道其實耶穌佢唔需要死㗎，而一個佢哋都明白呢個人係唔需要死嘅人，而自願去為他人死。呢個咁樣嘅表達勝過晒佢哋任何一切嘅恐懼。既然佢都得，點解我唔得？耶穌嘅愛，上帝嘅愛，使到啲懦弱嘅人能夠有堅強地信心。
而且係願意堅強地去為主作見證。今朝其實應該係琴晚我琴晚就已經將今日嘅聖言日糧 send 咗出嚟，因為我琴晚寫呢啲嘢搞到好夜，因為琴晚完咗都好夜。咁我就即係原來佢又好快喎，琴晚已經就掟咗出嚟啦。咁我就聽咗陳榮豐牧師所講，就係今日我哋呢個禮文裏邊嘅以賽亞先知書嗰段嘅經文。陳榮豐牧師提醒我哋呢段經文先知預言呢個受苦僕人之歌呢首叫受苦僕人之歌，呢個受苦嘅僕人所面對嘅處境。佢話當中有一句嘅説話係成段經文裏邊最重要嘅一段説話，就係喺我哋今日嘅禮文第6頁最腳嗰一句嘅説話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因他受的懲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因為主耶穌基督所做嘅嘢，我哋先至得到上帝嘅恩典，得到上帝嘅救恩，而可以再次係喺返上帝呢個美好嘅創造嘅當中。十架嘅苦難，我哋唔應該將佢只係視為一個歷史故事咁樣去睇。其實佢同我哋息息相關，因為裡面周圍都係有我哋自己嘅影子。所以我哋跟住落嚟嘅，好快我哋就要一同向呢個十字架，呢個我哋基督宗教嘅一個好重要嘅一個符號，向佢致敬。阿門。我哋要為會眾禱告，請跪下。為上帝嘅聖教會祈禱。親愛嘅兄弟姊妹，請為上帝嘅聖教會祈禱。願我哋嘅主上帝施恩俾教會，守護在地上嘅教會，賜教會平安團結，又賜我哋有安定嘅生活，以榮耀全能嘅主上帝。全能永生嘅上帝，你喺基督內將榮耀嘅啟示給萬民，求你守護你所憐愛嘅人，使分佈各地嘅教會能以堅定嘅信仰不斷宣揚你嘅聖名。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為所有聖品及全體信眾祈禱。請為所有嘅主教、牧師及會理以及全體信眾祈禱。全能永生嘅上帝，你以聖靈感化我哋，引導我哋，使教會內嘅眾肢體都能夠合而為一。求你俯聽我哋為你嘅僕人獻上嘅祈禱，使佢哋因仰賴你嘅恩寵，能忠誠地侍奉你。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為將要領洗嘅信徒祈禱。請為將要領洗嘅信徒祈禱，求我哋嘅主上帝開啟佢嘅心靈耳朵，並為佢哋打開慈愛嘅大門，使佢哋經由重新嘅洗禮，得蒙罪嘅赦免，歸屬主耶穌基督。全能永生嘅上帝，你使你嘅教會不斷孕育新生嘅子女，求你加強領洗者嘅信德，光照佢哋，使佢哋經由洗禮嘅活泉，
得以重生，並加入你義子嘅行列。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為基督徒合一而祈禱。請為所有信奉基督、互為兄弟姊妹信徒祈禱，求我哋嘅主上帝幫助佢哋追隨真理，在主嘅教會內合而為一，並守護佢哋。全能永生嘅上帝，你使分散嘅人團聚歸為一體，求你垂顧聖子嘅群羊，使所有藉同一洗禮而得聖化嘅人都能被滿全嘅信德團結起來，並在愛德嘅聯繫中彼此共融。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為未信奉福音嘅人祈禱。請為未信奉福音嘅人祈禱，求我哋嘅主上帝使佢哋能得聖靈嘅光照，竭力走在救恩嘅路上。全能永生嘅上帝，求你使還未信奉福音嘅人常懷真誠嘅心喺你嘅面前生活並尋獲真理，又求你讓我哋彼此間嘅友愛日積增長，致力尋求和領悟你生命嘅奧蹟，喺呢個世上為你作美好嘅見證。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為不接受上帝嘅人祈禱。請為不承認上帝嘅人祈禱，求我哋嘅主上帝幫助佢哋隨良心嘅引導，一心追求正確及公義嘅事，終能接受上帝。全能永生嘅上帝，你創造咗人類，使人渴慕你、尋求你，並因找到你而得安寧。求你賜予所有身處各種障礙和險惡嘅人，能辨認出你慈愛嘅標記，並因見到基督徒嘅善行，欣然承認你係唯一嘅上帝和人類嘅救贖主。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為公職人員祈禱。請為所有公職人員祈禱，求我哋嘅主上帝引導佢哋嘅心思意念，能按照上帝嘅旨意，為人類謀求真正和平與自由。全能永生嘅上帝，世人心裏嘅意念以及本有嘅權利都在你手中。求你眷顧所有身負公職、擁有管理權力嘅人，使萬國萬族嘅人喺你嘅仁慈下獲得持久嘅和平、幸福嘅生活以及信仰嘅自由。因主耶穌基督嘅名，求你垂聽我哋嘅祈禱。為遭受苦難嘅人祈禱。親愛嘅兄弟姊妹，請向全能嘅主，我哋嘅上帝祈禱，求他糾正世上一切嘅錯誤，消除疾病，驅逐饑饉，平息戰亂，使被擄嘅得釋放，作客旅嘅得平安，流徙者可以重返家園，患病者能早日康復，臨終者皆得心靈安慰。全能永生嘅上帝，你賜予悲痛者安慰，勞苦者力量。你是俯聽一切患難者嘅主，求你在他們急需幫助嘅時候，得你賜下嘅恩典安慰佢哋，憐憫佢哋。因主耶穌基督嘅名，垂聽我哋嘅祈禱。同唱奉獻聖詩奇妙十架歌，普天頌讚112首。
立，現在係舉行十架敬禮。看啊，這十架救主曾懸於其上。看啊，這十架救主曾懸於其上。看啊，這十字聖架救主曾懸於其上。各位請跪下，我哋按照侍從嘅指示一齊行到出嚟十架度，向十架敬禮鞠躬。
我有兩項嘅宣佈。剛才收到嘅奉獻，我哋會全數係捐俾聖公會喺耶路撒冷嘅教區，作為嗰邊宣教嘅用途。另外第二項嘅宣佈就係明天晚上係呢個復活節嘅第一個祈禱咁係第一個嘅崇拜咁所以明天晚上咧8點鐘，我哋有點燃新火嘅，象徵住耶穌嗰個從死裏復活嘅一個日子第一個崇拜。歡迎大家明天晚上8點鐘嚟到呢度參與呢個聖餐崇拜。我哋翻去我哋禮文嘅第28頁，我哋用聖頌3。世界的救主啊，藉着你的十架和寶血，你已經救贖了我們。禮文嘅第30頁，結禮祈禱。最慈悲嘅上帝，你嘅聖子耶穌基督，藉着十字架嘅受死和復活，釋放我哋，拯救我哋。求你使所有信靠耶穌基督嘅人，皆能喺佢嘅大勝利嘅權能中得着凱旋。奉我哋嘅救主耶穌基督而求，阿門。